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4。以赛亚书40章8节安尼讲：草会焦，花会谢，独独咱的上帝话，的确永远伫地。三甲来祈祷，你的话永远伫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，你阁是信实甲慈爱的天父。你的宝座坚固，永无摇动。你是阮生命的主宰。主啊，因为你的信实，你要甲阮建立你的约。因为你的慈爱，你要互受约的儿女领受你丰盛的恩典甲疼痛。主啊，愿要感谢学罗你无煞。主啊，天地拢会改变，世间一切也会变迁。阮的性命也遐尼无定着，总是原知这个拢伫你的手所掌管甲捏你。因为草会焦，花会谢，独独你的话，的确永远伫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